台南火车头出站的北门路，路面是坎坎坷坷哦。对一般人来讲，已经是真歹行咯。有新众团体发现讲，对轮椅族来讲哦，四界拢是障碍。台南市干部局是表示讲，伫过去4档外，已经有针对顶仔卡来做改善，会阁继续争取经费，继续来做改善。 轮椅族来到台南市火车头头前的北门路顶面，骑楼是高低拢无共款，根本无法度通行。换一个所在嘛，发现外口的人行道宽度无够，路面无平，甚至还有变电箱、甲电火条并排。人行道去用压缩，敢若剩30公分。对啊，那台南其实每一条路都长这样，那希望能够先针对某些路做一些那个模范的一些区块，然后慢慢的破除。 骑楼没有做整平的工作，挂靠的人行道地性嘛不够大，它差不多大概就是1.2米、1.5米的距离，然后再加上路上又有一些广告物或者是招牌，所以都压缩了他们的空间。人行道常常看到汽机车违停。 减价的桌啊、椅啊占用，骑楼的楼梯或者是坡道过悬，对行人来讲已经是足大的障碍。轮椅族更是寸步难行，常常去用必上道路甲车来争道，是真危险。要求相关部门建构无障碍的环境。对此，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，4档外来已经是一步一步改善骑楼，整平1818公尺，后续的伫小南路咧争取经费来改善。事务诚心接受，公务局并将持续推动 人行道的优化措施。新众团队要求市府排除人行道的电箱、火卡、违停的汽机车等等，嘛有建议修法或者是兴建设施的时阵，应该有新长者来参与，全面建构无障碍的行人空间。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。